嗯，向这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做伙来祈祷。平安，主必天堂，阮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届互阮透过网络会通组织做伙阮当要对出埃及记20章以色列人领受着诫命的这个记载来思考阮诚做基督徒要怎样伫阮的生活中间来遵守着你的诫命。伫生活中间会通来成做一个好的见证，来成做世间的光、世间的盐。也恳求主你帮助阮，阮会当透过今仔日暗三甲分享，会当来明白你的教示甲提醒。恳求主你甲阮三甲弟弟开启阮的智慧，互阮会当了解明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咱今仔日要讲着出来及第20章啦吼。咱知影上礼拜咱讲着19章，就是讲以色列人来到伫传说中上帝的山，就是咱咧讲的西奈山的下面的时阵，上帝有叫摩西去哩伫西奈山顶，有几若摆来来回回，伫遮因要来学习服侍上帝，学习敬拜上帝。来准备知影要安怎向上帝来献祭啦吼。起初上帝差遣摩西倒转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去伫旷野来服侍伊，伫遐来向伊来献祭。咱会当对第3章12节的经文所讲的，上帝派伊转去伫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要来上帝这个山来敬拜上帝。所以咱知影西奈山就是当初时摩西受呼召迄个山吼，伊看到上帝咱讲焚而不毁吼，烧着火但是无去互烧去的刺皮的所在吼。出来及第5章第1节到第3节，咱看到摩西去见埃及王，然后所对伊讲的话嘛是共款。伊讲着互我的子民去旷野守节来敬拜我，所以这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啦吼。埃及王讲：上主是啥物人？我哪会听你的吼？互以色列人离开，我毋捌伊，嘛毋准以色列人离开吼。这中间就有真济的代志出现啦吼。但是摩西去甲伊讲吼，互阮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向上主阮的上帝献祭，才免你伊用瘟疫甲刀剑来伤害阮。好，这个中间则佫有讲到3日啦吼，牧师伊就甲咱强调，就是讲，咱看到3日，毋好一个就跳去着，佮耶稣第3日佫活即项代志吼。伫希伯来文的中间，3日有几个无共款的意思，有即两衫的衫，嘛有表示迄个真济的意思吼。咱知影行3日无可能去到伫西奈山啦吼，所以咱这咧表达就是讲，行一站时间去到伫旷野吼，过来3嘛有咱咧讲也咧密示讲耶稣基督要搁活吼，这个第3日吼，所以有无共款全面的意思，但是咱咧看前后文因所咧讲的，伊到底是代表是啥物货安尼吼？好，出来及第20章所咧记载，就是以色列人伫西奈山的下面，准备来领受着诫命。咱知影对10条诫的诫命，因开始学习迄个摩西所介绍独一的上帝，这是因开始建立即种独一上帝敬拜的一个概念伫这个所在，所以因就开始来学习来向上帝献祭的规范啦，祭坛要安怎起啦，献祭的方式啦，甚至祭司爱安怎行啦，吼，等等遮的吼。20章的分段，头前这段上长啦吼，就是第1节到17节，咧讲到10条诫吼，这是伫圣经的中间第一届记载着10条诫的一个所在。
然后讲到以色列人的行兄吼，这是对18节到21节。过来就是讲到祭坛要安怎起造，伫实在即个无介绍吼。20章的22节到26节啦吼。好，咱来看10条界吼。10条界的概念啦吼，咱开始来看啊，有一寡伫西奈山下面，因到底用偌济时间？传统上伫圣经的记载来讲吼，约略是用47天。到伫西奈山的下面啦吼，啊，因到第50天开始领受着诫命吼，啊，所以若照着咱19章所咧讲的，到西奈山下骹了后，摩西上山3摆，吼，啊，意思是讲摩西吼，一工去一摆呢，去哩搁落来，去哩搁落来，搁去哩安尼吼。第50天来领受着10条诫命吼，这是一般犹太人的传统，因安尼认为啦吼。啊，咱来思考看觅仔，就是咱伫19章内底，咱有讲着，因第3个月的初一来到伫西奈山的下面，啊，伫咱咧看到伊什么时阵来出埃及吼，咱来看者吼，我搁甲这个修正一下吼。但是我这无用好势，好啊，咱知影以色列人是伫真久以前，就是讲咱讲第1个月的14天来离开埃及，吼，啊，这是咱伫头前所看到的啦，吼，啊，伊伫即个时间以外呢，咱就看到伊去到伫迄个旷野的时阵，老师荧幕无出来。好，等者我甲伊小改一下。我即个所在无用好势哈，我用一个。好，给我一点点时间。无，OK，好，快要好了哦。好，来，我搁用吼。咱来看，伊安怎计算啦吼？咱知影伊，伫即个用差不多15、6天的时间吼，来到伫迄个西奈旷野吼，2月的15号啦吼。啊，了后即个伫新的旷野过来到西奈旷野，安尼来讲，就已经1个月啊，搁15、6天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讲差不多47天左右，就是安尼算来。因离开埃及的时阵是第1个月第14天嘛吼，啊，第2个月第15日去到伫即个新的旷野，然后搁开15、6天的时间去到伫即个西奈山的山骹吼。啊，咱会通看到讲，迄个时间的算法啊，大概是安尼。所以咱知影伊大概第47天来到伫西奈山骹，然后佫有几工的准备，就是摩西上山顶甲上帝讲话，上帝佫甲伊交代，然后伊佫落来甲人民讲话，啊，伫即个起落落的中间，到第50天啊，伊才开始宣布上帝的律法啦吼。迄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制定律法，并毋是以色列人才有尔定吼。伫古代文明的中间，有足侪国家拢有即种诶律法的颁布啦吼。啊，咱知影伫咱咧讲的两河流域啦，也是讲苏莫人啦，也是巴比伦人啦，也是甚至埃及本身
咱拢会当对迄个金字塔内底去找着讲，因古早拢有即种会律法的物件伫咧吼。但是较无共款的，就是讲其他的律法拢咧讲着迄种会吓惊人的较恶的部分，但是伫十条诫的颁布，亲像甲耶稣基督所讲的即个无共款，甲其他的律法的颁布无共款。较本质顶悬是咧讲敬拜上帝、听上帝、服侍正人即种听的角度啦吼。所以较无共款吼，但是呢，十条诫较属伫禁止，哦，你袂当做啥，你袂当做啥，你袂当做啥。但是耶稣的新的诫命是较积极，你着尽心尽力听上帝，过来你着听厝边吼。所以即个有啥无啥共款吼，对。甲外邦的律法，甲旧约、甲新约所咧讲的律法，也有淡薄伫本质顶悬会无共啦吼。十条诫，咱若看到出埃及记20章即个所在所看到的，即个是一个咱咧讲初版啦吼，第一版的即个十条诫吼。伫后壁面，咱才会看到第二版，就是讲摩西受气了，甲石板等咧涂骹，然后破去了，佮重新去咧山顶来领受上帝的诫命，佮一届吼。所以比较较完整的版本有两个，第一个是出埃及记20章，另外一个申命记第5章第60到21节，这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大约拢共款，上大的无共款，就是守安息日诫命的理由啦吼，迄无共款吼，上大的差别是即个所在吼，大致上一样啦吼。好，嘛有其他无完整的版本的引用，比如讲利未记19章第1节，吼，圣经学家认为讲。这段的经文是对出埃及记的诫命所出来的记载，但是伊就是魔鬼的部分安尼尔吼。第二版就是我拄则讲摩西吼受气，因为人民伫遐拜金牛啊，伊受气了，甲即个法版等咧涂骹，然后破去了后，伊搁一届上山领受上帝的即个所亲自颁布的即个法版。这是伫出埃及记34章的经文吼，咱会讲到遐，咱才过来讲啦吼。这个伫早期犹太会堂的中间，因有伫礼拜中间来用刻印文的方式来咧宣读吼。这是伫申命记27章13节到26节，伊这刻印的方式。甲咱即摆咧刻印文足共啦吼，咱若家己来读即个申命记即段的经文的时阵，咱就会看到讲，伊的刻印的方式，主持的祭司念头前迄段，后壁会众就回应，后壁回应拢共款安尼啦吼。因嘛有迄个宣读版吼，会咧使用吼，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因伫无共款的即个敬拜的中间。因伫遐咧使用即个物件啦吼。十条诫为虾米10条诫好？亲像伫敬拜牧师伫主日的时阵，甲咱讲的信用个别共款，迄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当你领受到十条诫的诫命的时阵，就表达着讲你愿意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嘛表达讲。即群用十条诫做伙来宣读的人，就是共一群信仰的人，吼。这甲信仰个别有真共啦吼。所以咱有当时伫信仰个别中间，我那会用十条诫的原因是伫这所在，吼。所以有当时也用迄个新的诫命，吼。这甲信仰的个别其实是共款的性质伫的啦吼。所以。伫即个所有的犹太律法中间，只有照圣经的记载，只有10条诫是上帝亲自颁布的。所以咱讲，伫山顶的时阵，上帝来刻即个石板内底写10条诫命安尼吼。即个
互摩西刻落来宣布。其他所有的犹太人的律法，拢是上帝正着摩西所宣读的，吼，无讲着上帝亲自颁布吼，这是较无共款的所在。所以10条诫，咱有当时会讲，伊好哪亲像以色列的宪法共款，用即个做基础，然后开始制定其他生活上的律法，吼。这是咱对即个因的诫命的了解啦，吼。所以这是上帝亲自命令的话，咱讲着是10条诫是上帝直接以色列人宣告。咱是安怎咧讲？就是伫头前，上帝甲摩西讲哈，你叫以色列人就群wat来，就是要互因看到讲我甲你讲话，吼，这是19章咱所看到的。所以伫这中间，咱知影讲，上帝嘛是亲自要颁布，互以色列人听到，这毋是摩西家己去咱咧讲出来的尔，是上帝实实际际伫遐甲摩西对话所讲的话，吼。所以原始出埃及记咧讲的命令内底，无讲着十，吼，即个命令吼，咱知影伫希伯来文，伊一个动词内底，伊有阴性、中性、阳性，嘛有单数、复数，复数阁会当有字根的变化，变做2、3、4、5安尼吼。所以伫原文来看是一个安尼讲的中性的命令，即个动词无有讲到10个字，但是内容是10个命令吼。所以咱家讲10条诫啦吼。这是伫对原文来了解的角度吼。伫申命记甲出埃及记34章，就真清楚即个命令，就开始用10个复数所以咱来讲10言吼，10言，还是讲10个诫命，就真清楚安尼来讲出来吼。所以咱照安尼了解犹太人的了解，10条诫就是上帝的10句话吼安尼来命令因来讲的吼。好，咱即摆开始来看诫命所咧讲的吼。第一诫讲，我是上帝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有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吼，有个人将第1节、第2节甲放伫一边啊，对第3节开始讲，这是第一诫啦吼。但是基本上对解决宗来讲，认为讲第1节甲第2节非常重要，因为是第3节，即个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足重要的理由甲背景，吼，足重要的理由甲背景，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有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来带出来，所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先得到恩典，然后遵守诫命。即个诫命就是讲，只有一个上帝。为什么会安尼强调？就是伫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崇拜。过去以色列人伫埃及已经学习多神的崇拜，所以因才会去做金牛。因有安尼的背景吼，所以伫遮第一项代志就是甲伊讲，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吼。这是伫即个角度来讲吼。圣经学家争论即句话，会表示以色列人是毋是有敬拜其他的神明也是讲有做其他的偶像安尼咧敬拜啊无？其实我认为讲，即个争论是无必要啦，因为伫埃及的背景，伫遐430冬，我相信啦吼因有受到影响对伫即个多神的宗教，因嘛有学习啦吼做金牛是一个足明确的证据啦吼。好，来，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甲伊宣告，就是讲，对打以后，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倚靠。咱若倒转去看第2节所讲的，我就是迄个带恁出埃及的上帝。好，埃及的10个偶像，敢有法度带因出埃及？无吼，所以已经真清楚啊，就是讲有灾调解决10个灾难，佮带恁出埃及的上帝只有我一个，所以恁着爱敬拜我唯一的倚靠，独一的真神吼。
五常咱拄则咧讲着，有圣经学家有论证啦吼，但是咱了解对迄个背景了解，以色列人拄对即个刀神敬拜的埃及出来，因伫迄个内底住430冬，所以应该也有学习济即种五常的敬拜吼，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所在所写的啊。咱嘛会当看到《申命记》第4章35节到39节咧讲到因有提到着济的敬拜。咱个另外一个证据，就是对约书亚伫要死去的时阵，甲以色列人的立约，伊所讲的话，迄句话，迄段的经文，咱拢真熟啊，真出名啦吼。那你若用中文和合本来读讲，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吼，这个咱足熟的吼。所以讲，现在恁都爱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来侍奉伊，将恁列做伫大河迄边，大河迄边叫做两河流域啦吼，甲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安尼因有敬拜其他的五常啊无？有啦吼，我想这已经足清楚啊吼，所以着爱翻头转来侍奉耶和华尔定。若是恁侍奉耶和华无好，今仔日就会当选择恁所侍奉的。恁伫列祖对恁的列祖伫大河迄边所侍奉，也是恁住伫即个阿摩利人的心灵吼。但伊讲，我甲我的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已经足清楚的一个表达啦吼。这是伫约书亚书24章14节到15节，所以咱会通知影讲吼，出来记的40冬，甲伫因入去伫迦南地，约书亚伫要过身进前，因还阁无法度脱离刀神崇拜的影响，这是一个真清楚互咱了解的证据啦吼。所以咱知影讲，以色列人到遮才开始伫学习要安怎服侍上帝、敬拜上帝，伫这个宣告的基础中间，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改掉过去即种敬拜偶像的习惯甲文化吼。有简单无？无简单啦吼。咱知影埃及王甲埃及人安尼一摆搁一摆吼，想要倚靠上帝、相信上帝，念伊个硬心吼。咱知影这无简单啦吼。好，第2条解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地下、水内所有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甲因跪拜嘛，毋通服侍因，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吼。咱注意看即句话啦吼，念面再来解说。怨恨我的人，我追究因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的人，遵守我诫命的人，我要施恩互因，直到千代吼。好，五常啦吼，啥物叫做五常？咱咧讲形象啊，人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做的吼，所以咱袂当做任何的形象来代替上帝的形象吼。是咧，即两句无解着吼。所以牧师建议咱就是讲。咱毋是干那讲迄个形象尔定吼，就是讲特别是灵性的部分，毋是干那伫迄个外在的形象吼，所以无限伫迄个偶像迄个心灵啦吼。因为圣经咱讲吼，无论天顶、地上、地下所有的物拢袂通来模仿因的像来敬拜，安尼来用安尼来回应上帝。咱知影上帝照着即个伊的形象来。做咱嘛有足侪受创造的，受创造的拢袂当来甲伊拜，袂当甲伊尊做神啦吼。好，袂当雕刻，伫原文当然是一个雕刻的动词啦吼，但是可能咱莫甲伊当做讲一定是雕刻物件。那安尼咱会去限制，就是讲有两个限制，就是讲有雕刻的叫做偶像吼，过来。有第2个，就捌听过有人有误解讲你基督徒袂当雕刻物件，这拢毋对的思考啦吼。雕刻咱会当甲伊讲塑造啦吼，就塑造就是讲你袂当去一个造神啦，用咱的中文来讲吼，造神运动吼，有任何一个足出名的人，
大家甲对，就讲哦，这是我的偶像，迄就是偶像，这叫做造神，这造神。所以这个雕刻的字，咱会当较开阔去甲伊思考，莫想讲干那迄个雕刻迄个动词安尼尔。所以伫这个所在，我特别搁甲咱来澄清啦，毋是安尼尔，无一定是一个形象，这才叫偶像应该搁较清楚来讲，任何伫咱的心底的地位，若悬过上帝，那安尼伊就是偶像啦好，近东的文化，以色列人受到近东的文化真深啦咱知影近东就是咱讲闪族包括咱讲以东人，其实遮拢是受到上帝创造竞选这个系列，但是有一寡人已经离开上帝家己去有家己的崇拜、偶像的崇拜等等的。以色列人受到近东的这个文化影响真深，所以是爱想办法来脱离啦好，伫即个内底有讲到爱专情服侍啦申命记第6章第5节讲，你着爱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伫英文的翻译讲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strength。迄个意思就是讲，爱用全性命啦你若无心无心脏，你若无灵，你若拢无力，表示人死去所以讲，意思讲，你爱用全部的性命来服侍上帝这是即句原来的意思啦所以这嘛是耶稣基督新的诫命第1条诫所讲的，就是引用申命记的经文，讲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安尼这是诫命真正的意义啦用全部的性命全献上咱伫迄个奉的诗歌内底也有安尼咧写咧甲咱提醒伊讲万分我的，就是讲无用全情啦是讲无敬拜上帝，就是叫做万分上帝啦就必须爱受到处罚。安尼看起来，计像上帝足安尼足无够心胸无够宽安尼无甲你敬拜呢，你着爱受到处罚。但是咱若看到处罚甲祝福，咱着知影讲上帝其实是足稳定灵敏的啦所以听上帝就是爱专情，就是讲我以外袂当有别个神明啦亲像安尼来讲，就讲袂当加拜加保庇即种心态，这嘛袂，迄嘛袂所以信仰嘛甲咱讲，你袂当去拜上帝，去拜马文所以咱专情就是这个概念。好，伫这内底讲到赏赐甲处罚无敬拜上帝的人会处罚3、4代啦3、4代。那照圣经这讲的背景，就是讲以色列人基本上大概就是差不多3、4代会带做伙咱知影伫古早时代12岁就结婚啦古早时代12岁就结婚就生囝，所以3、4代带做伙，迄是足经常的代志。意思就是讲，上帝要处罚是安尼，干那换地的人尔。但是呢，上帝咱若来服侍上帝，专心来敬拜伊的时阵，伊要祝福到啥物货？到千代咱讲代代不息啦就是讲未出世的上帝嘛要祝福安尼若安尼比拼起来时阵，咱就知影讲上帝其实是足灵敏稳定搁赏赐互咱稳定的上帝第3条诫讲，毋通滥用上主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用上主的名的人，我上主一定无甲伊当作无罪啦这我想到咱最近咧讲的个资法啦没有被授权的行为就是违反个资法上帝嘛有个资法会保护第3条诫就讲真清楚咱要有被授权，才会当用上帝的名啦。若无，就是叫做滥用所以这个部分我互咱做伙来思考啦无得到上帝的授权，
会受到上帝的处罚吼。比如讲，咱讲的先知，照伫先知的角色来讲，圣经甲咱讲，上帝交代伊讲的话，一字嘛袂当加，一字嘛袂当减，这叫做授权啦吼，叫授权吼。比如讲，咱讲一个机构单位，也是讲一个政党的发言人，发言人袂当讲伊家己的话，发言人咧讲啥物人的话？可能讲主席的话，讲伊头家的话吼。发言人是爱代替人讲话，袂当讲家己的话，迄叫做授权吼。有授权的话，你就会当讲。耶利米先知讲着家己的呼召，伊嘛讲着上帝安怎呼召伊，安怎叫伊讲。伊讲上主就伸手摸我的喙，对我讲：现在我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内，今仔日授权互你，互你伫列国万民做背出、拆毁、破坏、甲推翻、重建甲财政的工作。所以耶利米讲真清楚啊，伊所要讲、所要做的代志，拢是上帝有授权好。倒变，若今仔日上帝无授权互伊的时阵，伊敢会当讲？伊袂当讲。伊敢会当做？伊袂当做。迄叫做滥用吼，就是迄个概念伫这个所在吼。上帝的名啦吼，一般圣经甲咧讲着讲，因为第三届的规定，所以互以色列人毋敢称呼上帝的名，才有迄种咱讲耶和华啦吼，也是讲其他的名来出现，伊毋敢直接称上帝的名吼，因为第三届讲你袂当南山称我的名吼，所以上帝宣告的名伫摩西的律法中间，咱时常会看到，特别是你若看到利未记，一个界面后壁一定讲我是耶和华，吼，我是耶和华。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咧一直咧宣告上帝的名。你若无受到授权，你就袂当使用即个名吼。所以咱会看到圣经原文咧写着阿多乃就是上帝啊，即个就是咧撇免去讲着上帝的名啦吼。咱讲耶和华嘛是迄落，要讲上帝的名，讲到一半去互过着，毋敢讲，后尾耶和华安尼吼，伊毋敢讲上帝的名吼。所以南山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即个界面影响着以色列人对称呼上帝足谨慎啦吼。但是亲像牧师对遐讲的讲。南山称上帝的名，毋是你叫上帝什物名，毋是安尼啦，是讲假借名义啦，吼，假传圣旨，应该是安尼讲啦吼。所以毋是讲你叫什物名安尼，安尼毋是真正的问题啦吼。但是伫历史的中间，咱看到讲以色列人时常有迄落去咒詛，拢是咒詛假的啦吼。咱台湾人讲咒诅别人死啦吼，我咒诅你去做安尼啦吼，将上帝的名放伫迄个咒诅内底，甚至放伫即个咱讲甲明星偶像放做伙啦吼。伫西奈山骹因做金牛的时阵，因怎讲？看，即个就是带领恁出埃及的上帝吼，即个叫做南山称上帝的名啦吼。现代人，特别是西方人吼，足爱甲迄个 Jesus Christ 放伫咧喙边啦吼，也是 My God 也是吼，即种的物件放伫做咱咧讲口头禅安尼吼，也是讲我对上帝来咒诅安尼吼。我会记咧古早捌看到一个报道啦吼，就是讲有一个无神论的学者吼，伊足坚持即个世界无上帝啦，无神明啦吼，一切宗教拢假啦吼。伊特别是佫针对即个基督宗教吼，伊有足大的批评安尼啦吼。着记者着足爱甲因访问安尼吼。有一个记者甲问讲吼，你敢真正认为讲即个世间无有上帝？伊讲真诶，伊讲你要安怎证明？你敢有法度来咒诅？伊讲吼 ，I swear to God。哦，伊讲我用上帝来咒詛，即个世界无上帝吼。你就知影讲，即个因变做甲即个物件当做一个口头禅去吼。嘿，好安尼来
南山用上帝的名的人，一定袂当作无做啦吼。当作无做，伫原文的意思是讲，互摒工，互洁净啦。所以，南山用上帝的名，假传圣旨，假传上帝的命令，即种的人一定会得到审判，因为伊是无洁净的、无清气的、无分别为圣，吼，无分别为圣。所以伫即个中间，因呢，以色列人守即个诫命，守甲已经足标准式啊，吼，毋敢称上帝的名尔定，但其他的因无真正安尼守啦，吼。第4条诫这个经文就较长吼，着会记你安息日守做圣日，6日内拍拼做你所有的工课吼。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寄卡伫恁中间的人，拢毋通做工。因为6日久，上帝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的万物。第7日就休困，所以上主赐安息日，设立即日做圣日啦吼。伫这中间咧讲，你着应该爱守即个诫命，意思就是讲你袂当无守啦。伫10条诫内底有2个诫命，讲你着怎样吼？你着怎样，就是着守安息日，过来你着孝敬父母。咱等下再来讲第5诫啦吼。所以应该这是一个命令吼。安息日，咱知影上帝会引带因出来吉领后所设立的2个节期，一个是搬过节，一个是无假节吼。但是领后正式去列入伫诫命中间，就是摩西所颁布10条诫内底是守安息日这个诫命，这非常重要的代志。守安息日的理由有无共款？伫出来记20章讲到上帝的创造，咱拄则所读的，上帝创造6日，然后第7日休困，所以恁着爱安息。但是申命记咧重新来提起命令的时阵，迄个原因改变啊，叫因着爱记得上帝是带领因出埃及的上帝。所以继续活伫即个信仰的使命中间，这是安息日的精神啦吼。所以无论是搬过节、无假节，也是讲即个守即个诫命，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拢真重要的代志吼。即个诫命讲，你着爱拍拼认真来做平常时的工作，吼，一切工作就是讲日常的生活，就是你的职业，也是讲你应该做的周间的工作。然后伫安息日的时阵，伊讲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寄卡伫恁中间的，拢毋通做工。除了你家己以外，吼，就是讲其他的人拢需要比较过，包括主女啦、仆人啦是精生。所以安息日是一个服侍的命令啦，互人得到安息，吼，互人得到安息。帮助人会通得到安息，是上帝伫即个中间的诫命啦吼。第7天，这是照着上帝6天的创造，第7天休困。伫巴比伦的中间嘛有即种安息日的规范，但是呢，有学者讲，这犹太人是学巴比伦的传统，但是事实上，巴比伦的传统甲咱的民间宗教共款，迄是现今，因为第7日是凶日啦吼。咱若用咱的民间宗教叫做凡事不宜啦，哈，诸事不宜安尼吼，所以袂当做代志哈。但是犹太教也是讲伫圣经的教导中间，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咱看出来记是因为上帝创造是要爱互人得到享受、得到安息、得到祝福。好，申命记讲是因为纪念上帝带领恁出埃及的恩典，所以恁爱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是带来祝福的安息，吼，毋是惊吓，毋是伤日，毋是做歹吼，也是讲拒绝去帮助人，毋是安尼吼。所以守安息日的诫命原因理由，咱真清楚有2个无共款的。这个2个毋是讲干那这2个理由尔尔。这2个理由就互咱看见讲，上帝所带领的恩典伫无共时代一直咧改变。咱即马来守
主日来敬拜上帝，有咱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定十字架，所以咱守这主日，吼。甲安息日的概念是共款，但是日子已经无共款啦，吼。所以迄个就是讲，互咱看见讲，上帝是伫咱的世代中间活地的上帝，咱嘛爱活出迄个真活的生命，时常记得伊的恩典，然后来守这个主日，守安息日，吼。第五届讲，你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想事你的地久长徛起。这是无共款的文化啦，吼。伫犹太人的文字甲文化中间，因无有孝顺这个概念。亚洲人也是讲华语的文化咧讲的孝敬、孝顺，甲西方人、犹太人是无共款啦，吼。华文的孝顺，通常强调跪拜，也是讲你爱家伊请仰吼这个概念。但是伫圣经内底的背景，咱无跪甲拜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咧讲伫真正伫圣经所咧讲的孝顺父母，是咧讲着，互你的父母因为你的见证来成做荣耀，得到荣光啦吼。所以咱讲光宗耀祖啦吼，比较较接近迄个概念啦，就是讲，因为你的生活、你的见证，互人感觉讲哦，你无简单，所以因为安尼，人来学了讲哦，恁爸母吼生你这个真有价值，那安尼你就是孝顺啦吼。这是圣经中间所咧讲的这个孝顺的概念。那照原文翻译做英语来讲，叫做 honor your parents 吼，就是讲，互你的爸母因为你来得到荣耀吼，感觉做民主安尼吼。所以咱讲光宗耀祖，无你个较适合用伫即个界面顶悬啦吼。所以无论伫有生之年吼，也是讲爸母已经过往拢无要紧，但是因为你的生活、咱的生活、咱的信仰，来互爸母来得到荣耀。这个概念是因为照圣经的角度来讲，爸母是地面上代替上帝咧照顾囡仔，共款你互爸母得到荣耀，相对你就是互上帝得到荣耀。我举一个例，我无写伫迄个资料内底，伫即个路加福音迄个浪子的故事，你会记得迄个浪子转来时阵，伊讲一句足重要的话，伊讲阿爸，我得罪天，嘛得罪你，所以老爸等于天，这个概念伫犹太人的也是讲伫圣经的概念中间是足清楚的吼。所以互爸母得到荣耀，其实另外一个稳重的意义，就是互上帝得到荣耀啦吼。这是迄个概念吼。所以你若安尼的时阵，咱咧讲伫界面中间唯一带有祝福的是这个部分，就是讲你着爱孝敬爸母吼，你着爱互你的爸母得到荣耀啦吼。其实敬拜上帝嘛，会当受祝福千代吼。但是伫遮是较清楚咧讲到这个部分啦吼。第六条讲毋通害死人啦吼，不可杀人吼。害死人这个杀人这个字吼，基本上是一种叫做谋杀啦吼。用即马现代的即种刑法来讲，叫做谋杀吼。战争中间的杀人毋是即个字。自卫杀人嘛毋是这个字，这个字特别是讲到蓄意杀人就是讲刁故意互人死，迄谋杀的意思啦吼。所以讲你袂当共谋杀，袂当共处私刑吼。咱知影伫圣经中间有几若摆，特别是因的传统的中间，拢有处人致死的这个死刑啦吼。所以撒母耳下卷13章29节，咱知影。押沙龙伊的小妹塔玛去互人来甲伊侮辱了后，押沙龙伊就安那，伊就用家己的方法来杀这个暗论吼。咱就知影因有即种的做法啦吼。
使徒行传第7章54到60咧讲到第一个顺道者司提反叫犹太人用私刑，就是用石头来钉死，用石头来钉死，就是迄种私刑啦，对圣经来讲，这就是谋杀，就是谋杀。好，第7戒毋通行奸淫啦，不可犯奸淫特别是指着讲有夫之妇啦，这是伫咱咧讲男性主义下面所写的圣经，特别敢若指着有夫之妇，但是事实上是，若照耶稣咧讲的讲两边拢共款啦男人也是一样，女人也是一样，伫婚约之外的婚外性行为，这拢是啦所以无论是结婚还是订婚的人咱来看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经过天使的预言，讲伊要怀胎生囝的时阵，伊的反应，以及约瑟伊准备要暗钱来甲伊收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啦所以为伊讲圣经讲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伊暗钱想要甲伊收掉，好像他没有这个婚约共款安尼所以咱知影讲这个迄个影响是真大这个改变即嘛咧甲咱强调，迄个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制度是袂当男女来啦爱尊重这个婚姻的价值这基本上是一个真大的罪。为什么讲一个真大的罪？伫圣经内底咧讲到行奸淫，通常咧讲到人甲上帝的关系啦。伫旧约内底咧讲到，这以色列人行奸淫，就是离开上帝去拜偶像所以对因来讲，这个是一个真大的罪的一个概念伫这个中间所以因用安尼，毋但是咧针对着实际上的婚姻的制度嘛咧提醒因家己甲上帝的关系袂当乱输来袂当乱输来咱知影耶稣基督嘛是安尼啦耶稣基督的标准更较严伊讲你若看到一个妇人人心动着邪念，你就是心内犯奸淫所以意思讲，你袂当互家己有迄种动机啦袂当有这种动机这是更较严格的做法第8戒讲毋通偷盗啦不可偷盗咱知影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因若做伙咧无顾样的时阵，真有可能精醒的男杂比如讲伫路中有一只羊母生囝，到底生落来囝到底什么人的这拢有一寡纷争啦咱若倒转去看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甲伊的孙罗得，因的中间就产生这个问题这羊仔囝生落来到底什么人的就伫遐咧论争虽然大只因会当甲伊捂一个记号，甲伊讲这是我的财产，但是拄生落来什么人的这就是毋是你的，你通偷摕安尼就是侵占人的财产权啦所以新约讲真济毋通去偷摕，总是爱着磨亲自做正经的时阵有力就爱分互迄欠少的人，这就是迄个安息的精神啦好，第9戒，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啦假的意思就是讲白惨啦是咧利未记19章11节讲，毋通偷摕，毋通诈欺，嘛毋通讲白贼基本上这拢是负面的何西阿书第4章第2节讲，奸诈得男三酒醉背约凶杀偷摕奸淫强暴继续害人闹血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拢是伫诫命中间出现的物件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拢在安尼做无遵守着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26章59节到61节的中间讲着，这市长甲全议会一直咧找假见证要告耶稣，假见证因就是直接犯着第9戒因用假见证要来告耶稣，要甲伊处死这嘛谋杀这嘛谋杀杀人所以咱就知影讲伫
新约的时阵，看到遮的祭司长啦、法利赛人啦、经学士啦，伊讲全议会啦，咱会当知影讲啊，这是一个真可惜的年代，真悲哀的年代啦，好，讲因伫迄个所在来做见证，来甲耶稣来侮辱，要甲伊陷害互死，第10条解讲，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嘛，毋通贪你厝边的某、萝卜、乳皮、牛，也是你厝边任何的物件啦，这基本上甲头体概念，也是迄个环境真共啦，真共。但是这个概念是搁较阔，这搁较阔，你因真容易产生即款的纠纷。这个贪是对伫心底无属伫家己的物件，故意要共侵占，比头体的程度搁较强烈啦，搁较强烈。包括你讲厝边的某啦，这啥物人犯着这个罪？大便嘛，对毋对？然后无属伫你硬要甲伊侵占安尼这个贪心啦，这个贪心。这等于是拜偶像啦，保罗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5节讲贪婪是一个拜偶像的罪啦，无属伫家己的，你着安尼讲着确实知淫乱、误会、贪婪的人，贪婪是种拜偶像这基督甲上帝的国绝对无因的份啦，所以犯着这个罪就袂当进入天国的。这保罗讲足清楚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0节来讲，我毋是指这个世间遐个淫乱、贪婪、早起甲拜偶像的人，若毋是离开这个世界，就袂当甲遮个人来往所以着爱拒绝啦夏娃嘛是种贪呢。伊真想办法要追求到手，就是迄个上帝讲袂使去食的物件啦亚哈王贪拿伯的葡萄园，大卫贪乌利亚的某，拢共款这拢是共款。好，第3段是出来记，第2段出来记20节，第20章18节到21节啦所有的人民看到死若听到雷弹扫角的声，佮看到山顶青烟，就喵喵窜，徛地对摩西讲：“请你甲阮讲就好，阮一定会听，毋通互阮互上帝对阮讲话，则免死啦迄惊甲骹酸手软安尼好，摩西对人民讲：毋免惊，上帝会降临是要考验恁，互恁常常敬畏伊，则免恁犯罪。人民听着摩西行伫密云去上帝遐啦好，相关的记载，咱来看去《申命记》第5章22节到23节咧，讲到上主伫山顶对火焰、密云、乌暗的中间，大声对因全体的会众来宣布伊的诫命无加添其他的话，伊阁将这个诫命写伫两块石板交互我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上帝嘛伫迄个真清楚来甲因显现但是迄个景象，以色列人因会惊因为山内有火、有青烟，阁乌暗因就甲摩西讲你甲阮讲就好，毋免互阮去甲上帝面对面因惊到要害安尼所以上帝故意互以色列人去看见、甲听见，这是出来记29章，咱前礼拜讲到的。上帝亲自甲摩西讲话，要爱互因见证，毋但安尼尔，上帝要爱因亲自听到上帝的命令。所以，这个重点目的伫19章，咱讲真清楚咱会当搁来看啦上帝临在有几种无共款的现象，第一个是四呐，但是单雷、豪甲，搁来庆烟也烟雾安尼所以这个奇异的景象，亲像自然科学家所咧讲的，亲像火山爆发的这个景象，所以因会惊毋敢挖棍，就叫摩西讲：“你甲阮讲就好就是讲你去传话就好啦，阮毋免去
甲上帝见面吼，阮会惊呢啦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真惊吓，但是摩西甲伊讲安那，上帝就是要爱安尼，互恁惊，互恁警戒，要互恁试验，互恁知，然后恁才会当谨慎吼，才袂去犯罪安尼吼。但是以色列人吼，徛啊较远，吼，迄个景象甲因惊去吼。但是咱看讲，以色列人甲摩西有足无共款的表现吼。以色列人徛远，因为因会惊；但是摩西颠倒行入山，伊毋惊，因为伊知上帝就是迄个带领甲保守因的人，即个瓦克安尼吼。好，上落尾歹势这无解咧吼。20章的22节到26节，上主对摩西讲：“你着甲以色列人讲，你已经看见我对天顶甲恁讲话，毋通为着家己做任何的金还是银的形象，甲我比拼。着用土甲我起祭坛，伫迄顶面献祭、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以及恁的牛、恁的羊，所有敬拜我的所在，我要来吼。”所以咱会通看伊讲，因伫遐开始咧学习要安怎来服侍上帝啦吼。所以牧师一直甲咱提醒，就是讲，咱知影以色列人其实已经袂记得上帝生做影片。摩西甲因讲，恁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上帝、以撒的上帝、甲雅各的上帝，基本上伊嘛是听咧，伊嘛毋知影这个上帝到底是倒一个上帝。甚至经过10个灾难，上帝保守，因嘛还阁毋捌上帝。咱看见因看到红海，看到追兵，因又阁开始癫狂啊吼！拄着无水通好啉，苦水无物件通好食，因嘛是阁开始埋怨啊吼！拄着无水通好啉，嘛阁一摆安尼吼。所以咱会知影讲，因还无真正去捌上帝。到伫西奈山的下面，因才开始真正伫遐来认捌独一个上帝，要安怎去敬拜，要安怎遵守，要安怎来学习做一个上帝的子民吼。所以伫安尼条件的内面，西奈山的生活对以色列人来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吼。22节讲，上帝已经互以色列人看见伊亲自甲摩西的对话，嘛证实上帝是确实存在的上帝。亲像摩西所介绍互因知，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吼 ，I am who I am 吼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认识啦吼。所以因献祭基础就是安那，伫献祭的进程。因就是需要来先知影这个规定甲限制，透过认捌10条诫的诫命来接受，所以因开始会当来过一个敬拜上帝、服侍上帝、上帝的献祭的一个生活，所以因就开始了解这个要献祭的一个规定。你讲金银的形象啦吼，这嘛是佮重新来讲着。袂当有做偶像的代志，所以袂当敬拜偶像，无论你用金用银做，这就是讲后壁啦吼。因到尾落尾会做金有的这个代志啦吼。形象的原文是复数啦吼，就是讲多神敬拜吼。这个一届甲咱讲过，以色列人就是有迄个背景、迄个文化，430当伫埃及所学习的啦吼。袂当相偏吼，袂当甲上帝相偏，遮个神明拢袂当甲上帝相偏。咱看出来其上帝所咧讲的嘛是安尼，埃及王你所挖去的，袂当甲上帝来比拼。诗篇86篇第8节第8个诗篇安尼讲，主啊，遮个神明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因的所做袂当甲你比。这嘛是上帝透过摩西介绍上帝，互法老埃及人。嘛，详细介绍以色列人，这个上帝是独一的、唯一的，无有人会当甲伊比拼啦吼。伫这中间有讲到这段的材质吼，这段是用土所做的吼，但是嘛温准用石头，但是这个石头是袂当受到雕刻的石头，袂当用这个工具去擦过吼，所以献祭呢，就爱用这个
杀生的祭来献予上帝，这是一个敬拜方式啦吼。所以杀因的羊，杀因的牛吼，过来伊讲袂当有楼梯吼，袂当起有楼梯的祭坛，因为会露出因的即个重要的部位安尼吼。这是咱爱知影讲早期因的服装。因的时代因无有咱即摆咧讲的内衫内裤无吼，因就是外袍安尼搭落去尔尔，所以当你若徛伫悬的所在，就会曝光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伊伫遮咧讲的讲，咱袂当因为安尼去讲，咱的礼拜堂建筑袂当有楼梯吼，这是无共款的。重点是讲袂当铺路吼，重点是袂当铺路。毋是讲袂当起楼梯吼，所以有诶人会安尼错误诶解说啦吼。若安尼咱去新诶礼拜堂6楼吼，就是真正得罪上帝吼。所以咱袂当对文字去了解，爱了解讲即个界面、即个规定诶真正诶重点伫倒位，伊就讲袂当铺路吼。所以这是一个足重要诶提醒吼。我时常咧去一寡教会咧做服侍者诶。训练的时阵，我拢会提醒弹琴的姊妹吼，你最好是穿长裙，穿裤嘛好吼，伫弹琴安尼较端庄啦吼，较端庄吼。你若穿伤短弹琴吼，其实不是很雅观啦吼。这是我嘛时常咧提醒吼，特别是姊妹吼，因为通常咱钢琴拢会放较悬的所在。伊若坐落来时阵，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哦。所以伫服侍中间，咱嘛倒来思考，就是讲，什么款的穿插是适合的，什么款的穿插是无适当的吼。所以伫即个中间，伫遮嘛是咧，互咱知影讲，要安怎伫服侍中间会通来有一个较适当的即个穿插吼。好，以上。歹势内底佫有一寡字吼，我改了，佫甲新的讲义来寄互咱吼。好，有要分享还是要问的无？因为写较济，所以我甲张接传互咱吼，写较济工。有无？咱拢安尼乖乖听俩听，拢无问题吗？大家拢真客气。嘿，因为最近有咧反而有咧讨论讲死刑有合乎宪法的规定无啦？当然大法官的解释是讲，死刑的规定是合宪的，是合宪法的规定的。但是阮咧看是讲其实这个解释出来了后，其实是对死刑的判决做了真大限制。头拄仔讲着10届讲袂使杀人，其实我马上就互我联想着讲，死刑这款的刑诉，其实就是违反10届啊，敢毋是？我会做这款联想啊，因为袂使杀人嘛。对吧？所以意思你若判人死刑，你就爱甲杀啊。好，对吧？咱倒转来10条，甲你讲袂当杀人的精神啦吼。我拄则讲迄个原文迄个字叫做蓄意杀人啦吼，就是讲你无代无志，为着家己的目的去甲伊杀死，吼，咱讲谋杀嘛吼。那死刑是不是谋杀？那死刑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毋是学法律的啦吼，但是讲咱倒转来讲啦吼，就是讲，即摆因为对宗教界来讲，有真侪人咧杀讲废除死刑这个部分啦吼。我本身你真正要讲我本身我持保留态度啦吼，因为你要知影讲，为什么有刑法，就是爱处分嘛。人犯罪，你有罚则嘛？会去递到伫死刑的时阵，就是讲伊的罪真重，还是讲伊的恶性无法管制，会伤害很多人的生命，或是已经伤害很多人的生命。
我要讲到转来讲，当你废死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让这个人改变，不要杀人，或是影响很多人的生命？这情况我在讲，我持保留的态度了哈。死刑有他死刑的一个目标，跟他当时候立的一个精神在，跟他的目的在。圣经内底有死刑无？其实是有哦，吼，其实是有哦。你注意来看，圣经内底有足多是死刑哦，吼。所以咱要用不可杀人直接去套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会有危机啦。你还是还要很大的、很深刻的去讨论，比如讲，耶和华见证人会因禁止因的青年去做兵，为什么？因为讲十诫说不可杀人，安尼啦，用安尼来讲，那当兵当军人能不能杀人？那是犯了十诫吗？还是必要的恶？我咧讲这其实伫伦理的思考内底吼，我应该是讲我较用不是法律的层面啦，我较用基督教伦理的层面在思考死刑，或是说所谓的必要的恶存在的程度啦。所以废死我基本上我个人来讲，我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有办法解决那一些当时候立下死刑的条件的时候，那我赞成废死。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死刑好像是一个，有时候是贺主，或是说必要的恶，在伦理上面是这样去思考啦。我唔知安尼，跟你的对话安尼有去。我们有对到线有没有啦？我不知道。多谢牧师。我头拄牧师嘛有讲到吼，你讲死刑这是伫敢若是旧约内底的一款刑法，伊嘛是上帝允准的，是毋是？是。好，还有无？多谢关于是，刚刚说那个废死，可是那个新闻上面好像也有人也主张，就是有条件的废死。对啦，是不是？保书利都要讲的嘿。他如果是蓄意杀人的话，那就是要执行死刑啊！但是我们如果法官判他为死刑，其实这不叫做蓄意杀人。应该是说，他就是因为有条件，因为他是对方，他蓄意杀人我们才处死他，所以我们应该不会违背吧？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他执行死刑的话，因为法官他是依法有据嘛，因为现在在讨论的废死是在从法律层面去解决嘛，那既然解释说没有违宪的时候，那这样子的时候它是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从人情上面来讲，废死是现在很夯的一个议题啦，那我们在讨论啦，当然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尊重生命了，那你要讲到废死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去解决的是受害者的家人，他们的伤害，他们的情绪那当然有的受害者家属以用的信用来讲，他就可以自己去原谅这类杀人的这类杀人犯比如说我曾经读过一个见证这也是在公报社的那个更新曾经写过的文章了有一个年轻人上北部去有人抬戏这个是因家的独子啦。那个杀人凶手呢，也是独子他已经要被判死刑了那后来这个被害者的妈妈，就是在信仰上，他后来就自己有一天受到很大的感动。他说，就算
这个人除了死刑他的儿子也不会活起来啦。所以用伫信用的角度来讲，伊就接受这个事实，不但接受这个事实，他就从屏东跟他女儿固定的时间就北上去龟山去看这个杀人犯，跟他传福音。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已经跟法律没有关系了那后来这个凶手还是被处以死刑了对，那如果说他可以走出来，那是完全 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在沸腾腾在讨论废死的时候，我们很少去顾虑到受害者家属的整个的心理层面情绪所以其实这个废死你真的要讨论，其实有很多层面的伦理的问题要去处理啦，不是只有人权问题而已主张废死的人就直接单纯就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去看了罪犯也有人权啦当然这没问题，这个罪犯也有人权我再举一个例啦在疫情的当中，在美国那个监狱里面人满为患，所以后来加州政府加州州长就下令特赦不是非常严重的罪，像偷窃啦或是打架啦，什么有的没的都给放出来。而且现在有一个新的规定，抢劫在900块以下，警察不处理。哇，这么的规个拢做乱的啦！这有没有尊重到人权？有啊，尊重到这个罪犯的人权，可是没有尊重到人民安全生活的权利所以这是两难，你知道？你要尊重哪一边？伦理的讨论其实是非常周全，你要去思考各层面的事情包括死者就没有人权了，他已经死掉了嘛受害者的家属然后这个人民生活的安全的权利，那凶手的人权跟信仰的角度其实他那个角度真多去讨论啦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讲，我是保持保留的态度，有条件要去思考这个部分这样子好，谢谢牧师。喂，好，还有无？牧师，那我想请教你那个我们现在为了人的生命罪犯的生命就这样都要讨论废死该不该那我现在对那个以色列那动不动就发动那个飞弹去，然后一次就炸死多少人那这样他们不是很信上帝的吗？怎么会这样？OK。这嘛是徛无同款角度咧思考啦就是讲，以色列如果跟这些咱咧讲的回教签订和平合约，可是回教的基本教义派又会发动偷袭，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就变成说，我就要甲你剿灭，要甲你剿灭，这就倒转来伫旧约咱咧讲上帝拢会甲因讲啦。你攻打这个民族，你要拢总甲剿灭，你要剿灭为什么？无你的后患无穷这样子的思考当然不是正确的啦就是讲，你要安怎来思考讲，咱伫好啦，用咱台湾来讲好啦我们今天有一个恶邻居啦，那我们今天的飞机一天到晚都在飞我前几天去台南，甲一寡牧师见面，在讲到募款的代志的时阵，到伫台南你一早起来就会听到战斗机起飞，而且不是一台两台，迄几十架起哩你想就知影讲，迄个恶邻居过来好，那你要不要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发动反击？这个跟以色列的苏克的感官呐，那他们现在是先发制人，所以咱伫咧看中东危机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只看单方面。我当然不赞成以色列这样子滥杀无辜了哈，但是就是说，当和平协议签订的时候，谁先毁约？通常是拢回教基本教义派的人先毁约了所以基本上两边这的激进分子都要被处理了，我是这样认为的这的人去用处理中东才有可能和平啦，若无几千年来都拢在战啊，到今嘛搁在战安尼啦当然，我们还是要去站在信仰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以色列的过度的反应，我们当然也是指责啦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指责对他们说无痛无痒了，因为因活伫迄个所在那些回教的人活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是天天在这个危险、生命被杀害的这个危机之下，因的角度，其实咱用徛关山看马相踢，这种的去单纯的批评，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切实际啦。不过从信仰角度来看，我们来反省来说，这种过度的反应杀人，我们基本上还是不赞成的。安尼。你知道该管理的问题无？就这个问题都不是很简单可以讨论的啦好，谢谢牧师。喂，还有无？我咧讲到迄个加州现在规定说抢劫900块，偷窃900块以下，警察不会处理啦所以很多商店都把标价定为901块，有没有效？其实没有效，警察还是不会来理你啦这就是一个过度扩张迄种人权所带来的现在听说了我一寡朋友伫旧金山因讲因伫市区不敢再晚上去的啦因古早佫会去遐踅街，即摆拢毋敢去日时检测必须爱去的时阵，因佫会去安尼因讲几若条街拢去遐会被放出来的罪犯，然后就在那边当街民，然后就到处给人家破坏安尼所以这个物件法律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啦但是有时候。无论是这一边的过分利用，或是这一边开放的过分利用，都不是好事亲像咱之前咧处理版权的代志，就是有迄个版权公司专门咧做这种的物件，咧甲你压榨版权是不是好事？是好事啊，可是就有人会过分利用它同款啦，我想法律这个咱咧使用中间，咱拢有一寡必须爱去平衡的部分伫咧啦好，安尼真欢喜啦！今仔日咱有加一寡时间来对话我觉得这样的查经较对咱有帮助，咱会当去思考着，甲咱的生活中间，咱要安怎将圣经的教示。用伫咱的生活中间其实不是只有说杀人的事情而已拄则咧讲迄个敬拜服侍你的穿插也是讲咱的尽全心全力去服侍上帝这个概念我感觉这拢会当互咱做一寡伫现在生活教会生活中间来思考啦伫教会生活中间其实嘛有足侪无共款的角度。咱要安怎去调和？要安怎去互相接纳？我想这拢是咱需要学习的功课啦当然十诫是比较负面的，你不可以怎样，你不可以怎样就是一些的警戒但是从反面来看，从耶稣基督把他
重新解释，就是讲积极的要爱上帝，透过爱人来见证我们是爱上帝的哈。这是更加咱需要去思考的这个部分安尼啦哈。好，多谢，是不是请连长长来传咱来祈祷，咱今日来结束。好，咱来三个祈祷。主必听当，阮伫天地上帝，阮感谢你，希望有机会伫遮参加学习，特别通过牧师真好诶准备甲分享，互阮更加清楚你诶旨意，互阮知安怎来照你诶旨意来行来做。阮即句伫遮也要做一个结束，为了阮伫黑暗，大家拢有真好诶困眠，并再继续来奔走阮伫小上诶路站。阮要四线进行，安尼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诶名，阿门。Amen。好，晚安，谢谢谢牧师，谢大家。谢谢牧师，晚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